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访问美国，美国时间17日去到华府，头一站去美行中华会馆。会馆主席吴嘉文祝侯友宜会当高票当选。因为侯友宜除了拼外交以外，嘛关注咱国内专案进口鸡卵的争议。伊是一直批评民进党，若是袂讲互清楚，就换伊好好查清楚。 访问华府第一站到美景中华会馆拜会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受到侨胞热烈的欢迎。美景中华会馆主席特别祝贺侯友宜。在此呢，我们祝福侯先生跟他们团队高票当选，带领着中华民国走运和平和幸福的康庄大道。 侯友宜伫华府大饭店也特别挂中华民国加美国的国旗。 伫美国变外交也关心国内，侯友宜批评民进党专案进口鸡卵的争议一直讲袂清楚，爱好好调查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到一级的蛋，生活一定非常的惶恐。你们不讲，换侯友宜来好好的查清楚。 这么传讲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个人第2面去访问美国，侯友宜讲无了解，无法度评论。因为两个人是不是可能伫咧10个谈拿白合？伊讲会团结所有力量。我跟柯市长之前我们都有为市政而双边的交流努力过哈，我会结合所有的力量，一起赢得胜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